咱生活当中接用的这个草啊香，这香唔但有香味，也可以当摕来分绑。高雄市社会局辅导家友来学这个钢香，即摆有家友学到这手工香钢的技术，已经开始家己接订单咯，靠家己双手来赚钱。未来目标是会当回去社区生活。第一家你钱哦，这个底哦，拢爱用完。 制作手工香草条，阿成已经是熟手。其实伊去年才开始学，真侪家友拢坐袂牢。毋过阿成认真，手工真有。即马伊靠香草条已经开始赚钱。足好啊！啊无进前，甲你讲辛苦练一个月无，就是赚第一笔钱。讲哦，这都较有味咯。 阿成原底有路无厝，去年佮发现家己着肺炎，无法度食头路。伊讲香草条改变伊的人生。改变做个啊，欢喜啊！讲啊，你也要创啥？买物件你有钱啊！啊，这慢慢你也有销售出去哦，慢慢积少成多嘛。三民家友中心是去年开办手工香草条的课程。 10月起，就接到民众甲企业的订单，目前累积营收有10万，嘛有人已经离开家友中心自立就业。真的很高兴，哎呀，有一点点能力，可以自己靠自己赚钱了。希望伊未来行到一个会使独立的部分，阮就互伊进入社区内底大，啊，入社区内底大了，哦，就开始会使家己去操作，哦，啊，就是讲等到伊会使欠一寡资料，哦，会使摕家己的钱去外口税厝。 社会局表示，会陆续推出农经餐车等计划，辅导家友就业，会当回去社区生活。记者戴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